Hello， 你好，各位好。我係喺奇輝度做義工，做咗好多年㗎啦，10年以上都有。我係 Theodora， 我喺奇輝嗰度幫手嘅咧就係攝影、wellness 嘅 exercise 嘅 Zoom 同埋呢一個 tax cleaning。咁我點解會做呢個 volunteer 咧？就最緊要就喺我退休嘅生活裏邊又做一啲回贈社會嘅工作啦，或者幫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啦，為別人帶來快樂啦。咁而最令到我點解會去做呢一個義工嘅咧，就係我覺得從喺另一個角度裏邊去認識同埋學習呢個社會，同埋俾自己帶來一個存在感同埋個滿足感。